手把手祷告手，我们总是在最重要的时刻、关键时刻，我们会先想来祷告。譬如说我们要出游，我们就会发现我们总是会想说要出门之前要来祷告，恳求上帝来保守我们出入得着平安，好像觉得不祷告上帝他不会记得。我们看到音乐牧师常常拿着手机到处来记录下来，因为我总觉得我有一天我会忘记，我会看这些记录而让我来想起上帝的恩典。我们的神可不一样哦，他不需要我们记录，也不需要我们提醒他。就像祷告，他这样说到说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，用许多重复话，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。你们不可效法他们，因为你们没有祈祷以前，你们所需的，你们的父早已经知道了。所以那我们祷告要做什么呢？对，祷告其实让我们更聚焦来提醒我们自己，不是提醒上帝哈，因为在我们还没祷告的时候，他早就已经知道我们的需要哦。好不好？我们今天来感谢神总是听我们的祷告，并以用什么方式来回应我们呢？恳求神帮助我们在祷告中可以更认识神更认识我们自己是谁。家庭一样，我们一定有经历过在祷告中被上帝倾听、引导、提醒的经验。手看手，祈祷的手。